后来有一间真出名的网络购物公司，因的货车到南投来落货，车斗的货物坐甲亲像一座的小山峦，落货都落10多分钟。后民众无法度接受的是，讲阻碍交通路，这个货车竟然就挡伫个大路中的双黄线咧落货。警方讲，这个货车明显违法，相关罚款1200块。民众话讲，罚安尼伤轻咯，莫怪无咧惊。民众看到出名网购公司的货车，插伫因公司领货店的门口咧落货，也毋过货车所讲插伫车路中的双黄线，一群共占2个车道，无论是倒一个方向，拢互踢掉咧。迄个后壁人毋知影车若要转20分啊，半点钟就毁去啊。货车头前有2台轿车要驶过来，也拢互挡咧，敢会当停伫货车头前等。但货车车头顶坐甲哪山的货箱，一箱一箱互搬落来。整台车的货要下到什么时候啊？民众看到货车共插安尼，拢感觉伤喊。地边等货车落完货，要等10多分钟，这条路也对咧踢10多分钟。为驾驶等袂落，或者是赶时间呢，敢会当北区驶另外一条路。道交规则56条，罚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。警方认定货车落货所在已经违规，上悬罚1200块。是讲违规停车落货，严重影响到交通，所敢人罚1200块。民众拢认为罚了上轻，货车司机根本就无咧惊，才会敢讲插伫车路中咧落货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